大家好，歡迎你哋返嚟適時旅遊頻道，多謝大家繼續支持。請按 Like、Share、Follow、Subscribe， 同時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會做得更加好。今集飛咗先講，有我 Kenneth 阿輝同大家飛越南美五國之旅。你有冇諗過，有一段旅程可以讓你重新認識世界，同時重新認識自己？跨越5個國家，從安第斯山脈到亞馬遜雨林，從天空之鏡到世界最大瀑布，從古文明到狂歡之都。秘魯、玻利維亞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巴西，走呢一趟唔係旅行，而係一場靈魂嘅震盪。準備好啦嘛？我哋出發。第一站秘魯，當馬丘比丘喺晨霧中慢慢浮現，你會覺得世界突然安靜咗。印加人把城市建設喺海拔2400公尺嘅山脊上，冇機械，冇滑輪，卻能夠做到極致精準。你企喺嗰度，會感覺到石頭裏埋藏咗文明嘅心跳。庫斯科街道好似迷宮，石牆縫罅，精準到連刀片都插唔入。喺呢度，你會以為自己穿越返500年前。星谷嘅河流，彩虹山嘅七色山脈。秘魯唔單止係一個國家，佢仲係一部活着嘅歷史。秘魯會讓你明白，文明唔係消失，而係等你去聽見。接住落嚟，我哋飛到去玻利維亞，呢度有世界上最像夢境嘅地方——烏尤里鹽湖。雨後鹽湖變成一大片鏡，天空同大地完全連成一線，每走一步就好似走進無限宇宙。呢度冇方向，冇邊界，只有你同埋天空。嗰種寧靜會令你忘記咗呼吸㗎。火車墳場就好似末日電影場景，拉巴斯纜車飛越整座城市，喺雲端穿梭。剔剔塔塔湖係世界上海拔最高嘅可航行湖泊，面像藍色嘅鏡倒映住安第斯山脈。玻利維亞會令你重新定義乜嘢係叫做世界的盡頭。智利係大自然極限挑戰。阿塔卡馬沙漠係地球上最乾燥嘅地方。NASA 都曾經喺度測試過火星車，因為呢度真係好似火星㗎。白天陽光將大地烤到融化，夜晚星空閃亮到好似要跌落嚟。你會睇到銀河好似一條光河掛喺天空，清晰到讓你忘記咗呼吸。月亮谷好似外星地面，火山好似巨人守護着大地。如果你願意走遠一啲，復活節島嘅摩崖石像會讓你感受到文明嘅孤獨同埋力量。智利話俾你知，大自然震撼係唔需要任何特技。阿根廷係靈魂跳舞嘅地方。布宜諾斯艾利斯嘅探戈，每一步都好似講緊一段愛情故事。街頭嘅音樂，咖啡館嘅香味，城市嘅節奏，阿根廷嘅浪漫係會讓你沉醉㗎。但真正令你心臟震動嘅係伊瓜蘇瀑布。270多條瀑布同時傾瀉而下，水霧好似雨一樣咁樣打落你面上面。你企喺魔鬼嘅咽喉前，整個世界都喺你嘅面前崩落啊！呢啲唔係水，係天崩地裂嘅聲音。最後一站，巴西，一個會令你瞬間愛上嘅國度。你約嘅風一吹，你整個人都自由啦！科帕卡巴納嘅沙灘，街頭嘅笑容，森巴嘅節奏，巴西嘅能量係會燃點你㗎。基督山俯瞰整座城市，日落將天空染成金色，畫面靚到就好似世界對你微笑。如果你走入咗亞馬遜雨林，你會聽到生命嘅聲音，風、雀仔、河流、昆蟲，呢啲就係地球最原始嘅呼吸。巴西會讓你突然覺得人生唔係忍耐，而係用嚟跳舞。 5個國家，5種靈魂，從古文明到天空之鏡，從沙漠星河到最大瀑布，
從探戈到桑巴。呢一個唔係旅行，而係一場震撼靈魂嘅覺醒。南美洲，我哋嚟啦！非常感謝大家收睇今集南美洲五國之旅，係咪好吸引？想知道更多詳情，可以喺我哋留言區留言，致電適時旅遊25620773，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，號碼92881839485289查詢。喂，仲有要密切記得留意我哋嘅 Facebook、IG、Flex 同公司網頁最新嘅資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